好，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昨确诊的迄位狮子会前会长活动力真强，夜病进前会当讲是四界走。初步控制到115个接触者来做检测，结果今仔日有10个接触者拢确诊来握到病毒。这个是伊的太太，9位是狮子会狮友，进前伊去过所在，今仔日业者除了家己找清洁公司来消毒，环保局嘛派人来消毒，相庭保护，希望吼这个消毒更加彻底。环保局少人数2天来到新庄的金华町餐厅，位内底到路口，每一个所在拢要斟酌消毒。确诊个案1203要来遮食饭，虽然是平常时啊，嘛是伫咧包厢内底食饭，不过新马市府含餐厅业者拢唔敢放放放，除了环保局消毒，业者嘛请清洁公司来转消毒药水。按1203感染源无清楚，头家家己嘛真烦恼，餐厅会休困2天来做消毒。的都是药味很重，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彻底清理干净，才能够让客人进来这样子。那目前我们是今天打算不让客人进来，暂时虽然机关署讲说可以，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不放心，是会有一点恐慌，大家就对这种疫情的恐惧，心里头应该都会有。按1203的身份是一个社团的前会长，佮加上已经退休，4个参加餐饮活动。5月初是暗时去新庄的金华町餐厅食饭。5月初6，佮去泸州中安街来掠领馆，随了去大风车婚宴会馆食饭。记者的人数初步估计有115个人。说他有参加聚会，刚好又说到他有吃东西觉得涩涩的，跟病人讨论一下，说要不要裁剪。确诊的人去过倒位，佮含上试食过，互店家民众拢会惊。疫情一直拖开，本土案例一直变多，政府呼吁大家千万唔通放放放，挂嘴暗、接洗手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注意苗嘛是上好的防疫方式。